各位標迷，你哋好啊！又係我 Number 7 Watch 豬仔，歡迎大家再次收睇我嘅頻道啊！咁啊嚟到晚上嘅9點零鐘啊，咁我想介紹一隻咧超筍嘢，就係 Issey Miyake 嗱，一個日本嘅潮流品牌啊 Issey Miyake。咁啊 Issey Miyake嘅 12嘅系列啊，呢隻12嘅系列咧，其實就係一隻咧12邊形嘅，由呢個著名嘅工業設計師啦深澤直人啊咁啊一個操刀嘅，喺2025年推出市面上面，可以話係一隻咧極具代表性嘅極簡主義設計之一。咁啊佢嘅核心嘅設計理念咧就採用咗內側嘅12邊框12邊框嘅內側咁啊營造咗一個12邊形嘅，咁啊充當佢嘅菱角切割咧12邊角嘅切割咧就充當咗呢個小時嘅刻度咁啊完全可以話係去除咗成隻錶嘅數目字同埋成隻錶嘅一個標記嘅刻度完全可以作為一個極簡主義嘅表者咁啊深澤直人咧致力咧消除一切嘅喺個錶盤上面一切嘅多餘嘅設計啦，以中軸心咧作為一個時分針嘅一個設計咁啊最極簡嘅一個代表性啦，可以話係咁啊呢個錶咧其實設計上面咧係極具挑戰嘅，咁啊為咗確保咧每一個應對時區嘅一個位置啦個菱角切割可以作為佢嘅時錶啦亦都係要調校好啱嘅一個角度。另外咧就係咧喺製造嘅過程裡面咧，亦都係要確保咧呢塊礦物水晶玻璃錶面 Harness 呢塊水晶玻璃錶面咧能夠做到個防水性能，因為越多邊咧越多邊角咧就越容易入水啊。咁所以咧呢隻錶咧當時做嘅時候咧都面對到一定嘅困難。咁啊由呢個深澤直樹即係深澤直人咧做咗呢隻手錶，咁啊襯托咗銀色不鏽鋼邊框，藍色嘅係一個好淺好淡嘅藍色嘅錶盤，配搭咗呢個藍色皮帶啦，我就幾中意藍色呢隻係藍色嘅。咁啊銀色嘅不鏽鋼外殼配搭咗藍色錶盤嗱。如果你中意極簡主義，又或者你收藏手錶系列裡面咧冇一隻咧係咁簡約風格嘅咧，咁呢一隻咧真係好值得收藏。咁啊38mm嘅錶徑，厚度咧就9.2mm嘅厚度9.2mm 厚度嘅。咁啊採用咗圓形嘅不鏽鋼外殼，內側咧就12邊形邊框，其實比較獨特啲嘅設計。另外咧就係咧個錶冠嘅位置咧擺咗喺呢個3時位置。咁啊做咗一個拉推錶冠嘅嗱，錶冠上面咧都做咗一個銀色嘅不鏽鋼嘅金屬感啦咁啊簡單啲嘅一個風格嘅設計啦咁我就睇到佢體現得到佢呢個設計精神啦，以極簡主義作為佢哋設計理念重心。好啦，咁錶帶方面咧就採用咗一條小牛皮嘅錶帶，做咗冇車線，亦都冇壓紋嘅冇多餘嘅設計嘅。兩個皮圈仔遊環啦，同埋做咗一個不鏽鋼嘅利仔針扣，同樣貫徹咗佢哋風格啦。個不鏽鋼利仔針扣咧都做咗光身嘅就冇做什麼刻字喺度嘅。好啦，睇埋個錶底先嗱，錶底咧就採用咗咧呢個螺旋式鎖嘅一個嵌入式嘅底蓋，咁上面咧就寫住啲咩先睇一睇啦，寫住咗 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嘅採用咗 VJ20嘅機芯嗱。其實咧佢哋後精工代工嘅，見唔見到寫住精工代工嘅寫住咗呢個係 Water Resist 3個巴嘅防水 Stainless Steel 咁樣嘅 Issey Miyake 寫住咗咁皮帶嘅設計都好獨特你見到皮帶咧就嵌入式咗喺呢個錶殼裡面嘅，咁而錶帶亦都寫住咗 Issey Miyake 嘅好啦嗱，呢個咧亦都寫住咗呢個 Made in Japan 啦呢個皮帶咧亦都係做咗Gini Leather 嘅一個 Japan 嘅寫住咗。好啦，咁啊另外一隻顏色咧就黑色撞白色嘅黑白配，咁黑色嘅外殼啦配搭咗白色嘅一個好似瀝架白咁做到一個好白嘅一個設計，咁啊做翻呢個對比啦黑白嘅對比，咁亦都皮帶咧亦都採用咗黑色嘅咁啊呢個咧就做翻黑色扣嘅黑色針扣。好啦，咁啊呢個黑色嘅外殼啦配搭咗呢個離子電導嘅黑色外殼咁呢個黑色外殼咧就係採用咗呢個光身嘅設計啦，做咗拋光嘅設計啦。咁錶冠嘅位置咧亦都係啦，錶冠亦都係擺咗喺3時位置嘅。咁試下剔起咗錶冠先嗱，黑白配咁呢黑色嘅離子電導，咁其實咧佢點樣睇個時間咧向上轉動剔起咗錶冠先VJ20咧就係一個精工嘅自家機芯啦。咁譬如呢個2點鐘咧就係咁樣睇啦。咁啊第二個角啦第一個角就1點，第二個角就係2點。咁至於12呢個位置2點鐘，咁啊跟住咧我再去譬如3點鐘
係啦，呢個3點鐘嚇，咁3點鐘，譬如3點半咁就係指住3點半嗰啲，而家係3點搭8，係啦，就係呢一個啦嚇，咁個玩法就係咁樣。咁剔嘅標杆咧向上轉動就係呢個較時間㗎啦嚇，較時間嘅，佢做咗一個拉推標杆。嗱，Issey Miyake 咧，我前2日咧同個標迷傾開偈咧，就係咧其實咧佢啲衫褲咧嚇，去到差唔多講緊係5000零6000蚊啦嚇，咁我設計師聽到我就覺得幾貴嚇，咁啊但係我設計師就話如果以名牌嚟計咧，佢個價錢都唔算貴㗎啦已經係，咁就我心諗豬仔啲標咪好平真係嚇，因為 Issey Miyake 嘅手錶講緊係2-3千蚊嘅定價，咁但係咧我幾百蚊3位數字就有交易啊，咁好啦，嗱講到呢度啦，嗱 VJ20嘅機芯啦，大概3年度先需要更換電池一次啦，採用咗呢個SR621SW 嘅電池啦嚇，咁時間標準誤差值咧就能夠做到正負20秒啊每月啊，咁3個巴嘅防水，磅埋個重量先，嗱重量方面咧就去到講緊係呢個講緊係47M 嘅47個 gram 嚇，47個 gram 嘅48個 gram 左右嚇，48個 gram 嘅。好啦，至於直徑方面咧，度埋俾大家睇下先。嗱，直徑方面咧就去到38係啦，38.1 38左右。厚度方面咧講緊係8.8mm 厚度嚇，甩條甩咧就去到講緊係呢個38嘅都係。我試下拼上我嘅手腕裏面啦嚇，咁啦呢個黑色嘅嚇，黑色嘅嗱，黑色就貴少少啊，咁黑色呢一隻咧就498蚊嚇，498蚊498，咁啊跟住咧就銀色殼配藍面咧就平少少嘅嚇，平少少嘅嚇，呢個銀殼啦嚇，唔使額外再做個離子電鍍，咁啊做翻銀色針球嘅，配搭咗藍錶帶，咁我就唔屈條錶帶，因為佢直不甩啦嚇，好新淨啦，我就唔屈條錶帶啦。好啦，咁啊呢個咧就配搭咗藍色嘅藍色嘅呢個藍面配搭咗銀殼啦嚇，配搭咗藍色錶帶嘅。咁啊呢隻咧就超級優惠價，幾多錢咧嚇？呢隻係一個 Issey Miyake 嚇，咁啊呢個超級優惠價咧就係呢個講緊係468蚊係啦，468蚊嚇，銀色嘅嚇，撞翻藍面嘅呢隻銀色藍面嚇，468蚊。呢一隻咧就488蚊係啦，488蚊498蚊 sorry 468,498嚇，468,498。咁啊嗱各有3隻嘅啫嚇，各有3隻啫，冇多噶啦嚇。咁呢個藍面嘅468蚊係啦，呢隻黑面嘅就498蚊嚇，498。咁由於特價關係啦，只包我哋嘅呢個有翻吊牌先啦，有翻 Issey Miyake 嘅吊牌係啦，有翻我哋嘅 No.7 Watch 錶盒係啦，有翻我哋收據1年保用嘅。好啦，中意嘅你，心動嘅你，唔好猶豫啊，盡快揾我哋落單啦嚇。咁啊嗱，呢個採用咗 SR621嘅電池啦嚇，頭先講過3年度先需要更換電池嘅。咁出貨之前咧，我同我嘅師傅咧都會換晒新電池俾大家啦，唔需要擔心啊。咁啊希望你中意豬仔為你哋準備嘅呢隻 Issey Miyake 嘅推介。咁其實做情侶錶都可以啊。咁啊今日係2月12號啫，如果你仲未買情人節禮物咧，可以諗下呢一對Issey Miyake 呢個12嘅系列12邊形邊框極簡主義。尤其是如果鏡頭前面嘅你咧中意極簡主義嘅，去除咗數目字，去除咗標記，以呢個12邊框內邊框嘅一個稜角咧作為時錶刻度，都係幾獨特嘅設計啊。咁希望你中意我嘅推介啦，我哋下集見啦。咁呢隻12嘅系列應該可以聽晚到貨，有機會啊，聽晚到貨噶啦。咁希望你中意啦，呢個超級優惠價嚇，講緊係呢個468蚊同498蚊，希望你中意。我哋下集見啦，拜拜。